这边那个红衣服那个，这个穿红衣服的吧？对，红衣服那个女孩子。这个是谭先生，美国谭先生说嘛，这都丽丽是美国军饷是。哦，张小璐啊，张小璐。这边来，这边你看看。你在。我前面走前面。戴帽子后面。不是，这样。戴帽子后面那个。这个粉红色就是他啊，对。我没跟你说的，你每天都来，我不用跟你说。这个女孩子，对，这个吧？对，就这个。谢谢。这个那就完了。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是那个，你看一下，还有一个是。这个是送过了。没有一个是送那个。这是谁的嘛？这个是你送我的。有一个是给你的。哦，给他的。给你的，你拿了一双。哦，他的就拿了。哦，你就不用那个了。好，谢谢。给那个。好，没事。给那个坤哥了，给坤哥了。好，结束了哈。好嘞，好，慢些，好，拜拜。没跟你说，他每个都来。那边到了那个。娘娘，不做我的。
对，我上面写的就是天生舞者，然后加上未来可期，然后写了一个来自台湾，按你的那个李旭我的名字全名，没有写那个李女士，只写了全名。差点。哇塞，2万多头牦牛了的，真的耶。看到了没有？这个跳，我的。涨过严重，涨了涨得比较慢，涨得很慢。有个是少了。他不喜欢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牛肉。
在成都，要带小永杰老师的，跟买老师都不在。那明天就来了。永杰老师明天会来。还得多吃肉，嘎嘎，多吃肉，免得身高还长起来，知道吧？如果我这种肯定要长，肯定会长得高嘛，你会不会长得很快？双湖江湖红青舞蹈。世界做不好吗？等一下，小丽帮我让一下啊！什么？就这么的，你们在比什么？你们准？他们。现在几点钟？啊？他们走了。他的娃娃，他的孩子。9点半了。他们在一起去了。9点半他们就走了。这个不知道跳了就好了，这儿跳了马上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今天你不来吗？哦，晚上不来吗？晚上应该来吗？晚上有些老师要来，他有礼物。对呀，明天6嘛。没事，反正有个时间。